给我说的给我们同学找的家庭，给我说他又背了，又接着说的是一路六就叫上，一路就我还没带上，他等还得一路接着背，今天我找人没说，比这里两个呢。路小他弄了呀，路小他又知道就说，你我也好了的，一路去啥子也好领导，我们比这里有啥难的，这样弄有啥难的，一路去啥子难的。这样么多了要路小头有背，有路就啥子难难的，连啥子都要正常。今天我找人不说配。给他们汤呢，还有那几条。给他们汤他有背一路去就说，就是一路就好去就说。有点有节目来去找，你要弄老百户的喊干么松本。这条找干要有几个小老肉，没有小垃圾。这是有好几脑海的有小。我刚东南路学了，不再他摸的几个小老肉，没有小老母多路。这怎么能和弄路别了那一条去讲？他得条件去哪里？为啥点那路去进去说？他有我去到好那路学的。